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日双十节台顶，总统赖清德的演说主题是团结台湾、共愿梦想，强调两岸互相无属于对方，中国无代表台湾的主权。双十大会特别邀请到古林头镇役3位英雄来演唱国歌，有60档历史的陆军步光龙队嘛，头一摆上双十大会来表演。胡蜂米尔顿扫往美国的佛州，虽然强度减弱，不过犹原是带来真大的风雨，上百万人无电通好用，佮有淹水、甲厝体废弃等等的灾情。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今仔日双十大典，总统赖清德的演说主题是团结台湾、共愿梦想，全部拢总讲到46个台湾，一再来强调咱的主权，而且佮甲中国来发声，讲咱有决心嘛愿意和中国来共同维护区域的安全。另外嘛讲到希望朝野卖分党派，共同合作，对内促进团结，对外爱护国家来壮大。总统赖清德进行了第一摆国庆演讲，主题是团结台湾，共圆梦想，强调中华民国主权，去表达会让台湾走向世界，在全球经济环境当中站稳关键的地位。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2300万台湾人民。更要向全世界开枝散叶，迎向未来。规篇演讲是用看做关键字，显示6大重点。赖总统也用幸福向中国发声，佮重新表示台湾有决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也愿意甲中国共同维护区域安全，为两岸人民带来福祉。我们希望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也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对区域和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赖总统国庆演讲当中讲到46摆台湾、10摆中华民国，上尾也是希望朝野无分党派共同合作，强调会投资更较侪努力，促进国内团结，对外重大国家。不论喜欢称呼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中华民国，是台湾。还是中华民国台湾，我们都要有共同的信念。我们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不变。在很多场合，我们没有办法高举中华民国的国旗，但是一样要有骨气，要有勇气，必须让世界知道，让年轻人知道，中华民国是存在的。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自由民主是我们的宝。教育应该整合台湾各种无同款的意见，担任庆祝会主席的立法院长韩国瑜提出4句话，发声爱世界知影中华民国存在。全文当中讲到15摆中华民国，6摆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上任以后，头一届双十大典有要甲5000位侨胞登来参加，创下8当来的新冠纪录。那前总统蔡英文有来参加，就连前总统陈水扁嘛让17当搁再来参加双十大典。不过前总统马英九讲对这赖清德总统提出的新2国论不满，所以无要出席来表达伊的抗议。军健儿象征我陆军健儿斗志高昂。
现场民众每一个伫详细路过国庆贵宾帽啊，摕手机啊翕精彩表现。国庆大典七十伫总统府头前广场盛大举行。日前，蓝国旗手提台湾乌心包，为美国加州来侨胞特别组团登台湾，用实际行动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那有些人回来会带家属嘛，有些老公啊、小孩都会一起带回来。那主要是有这个气氛，有这个氛围，让我们会就是不会讲中文的这个第二代、第三代，趁机回来寻根之旅一下。今年国庆小物有致敬奥运英雄的荣耀时刻的面巾，象征热情奋斗，互侨胞是真欢喜。希望国家长热未央，国泰民安。各类朝野政党重要人物拢得到邀请参加，尤其是前总统陈水扁，2008年卸任了后，继17年搁一摆出席。见习赖总统第一摆的国庆大典，前总统蔡英文到场时阵，先是甲咱的友邦访问团交流，了后是伫陈水扁的身躯边，两人互动真热烈。可惜是前总统马英九因为不满赖总统新杨国伦批评赖是麻烦制度者，决定不要参加，来表示抗议。也互中华民国前后4任元首无法度斗阵合体，不过国民党全体立委议员参加为国家祝福。我今天决定不去参加，因为赖清德总统主张这个新两国论，追求台独路线，严重违反中华民国宪法，将把台湾2300万人民带向险境。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到总统府前，国民党立委绝对不缺席。民众党8立委也全部到场，身穿正义 logo 的服装，并开批的徽章，成员及阿伯民众党主席郭文天。虽然郭文天因为案件无法度到场，不过立法院长韩国瑜寒冬上卵，特别保留郭文天位。内政部根本就没有安排柯文哲的位置，是韩国瑜院长跟他们表示不同的意见了以后，今天才保留了柯文哲主席的位置。另外，咱的友邦也包含图瓦卢、帛琉等6个访问团，加入华议员恳谈会、美国联邦众议员莱斯克访问团等，共同为中华民国庆生，展现坚实的友谊。记者综合报道。好，咱带大家来回顾今仔日的双十大典，由永英阁教基飞过总统府开场，三军的家己归队这操庆配合歌乐是真精彩。而且除了有特别邀请到古林头镇一个3位英雄来领唱国歌，已经有60档历史的陆军步光亮队嘛头一天来上这个双十大典表演。最后是由雷虎小组放拿白红的彩烟为今仔日的大典收尾。5级大雁队形通过会场。5只永英阁教基用大间队形冲场，飞过总统府顶悬，也表示国庆典礼开始。队形变化真流利，配合真有力的乐声，也佫有机队刚柔的操唱动作，在路中展现青春活力，得到大家娱乐。展现精彩操唱技术，配合旋律，国防部联合各队甲三军机队，透过无同款队形，也佫走位，互视觉效果更加丰富。爱这个字是英文字母 LOVE 来组位。LOV 走位无限爱台湾，陆军机步333旅步光亮队是国军当中真有历史代表性的队伍之一。今年第一摆伫国庆舞台出来，也是过10年的公开表现，只有超过20个官兵协力来人。进入国庆大会阶段，国歌响起 ，CH-47庆路克直升机吊挂大白国旗，也佫2只 UH-60M 乌鹰直升机飞过总统府头前广场。国歌领唱由古林头镇叫3位参战国军代表，加多得到世界合唱大赛金牌，尼泊恩合唱团斗阵唱。国庆礼赞是由黑米市长镇声乐团、台湾舞团来演出。首先进场的是箭头队形。主题表演部分，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以台湾情调光辉再现做主题，操演变形队形。
陆军挂号登记队是40人队形展开国旗，因领指控指数巴黎奥运拍运动选手，这影响车队进场接受民众喝彩。目光看向正上方。最后表现是由空军的护手组编组7支5角队形，拖红蓝白3色美丽彩线，为这摆国庆大会做一个完美的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这届的双十大典嘛是有真丰富的表演，有是种人声乐团来演唱经典的歌曲，嘛有来自越南、印尼等各个台湾新住民带来多元风格舞蹈。另外，花莲的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嘛是来表演着这原住民的传统歌舞，希望大家当看到这花莲并无互地动拍败。伫双十典礼的国庆礼展，时装合唱团虾米时装人声乐团以阿卡贝拉唱出经典台语歌向前行。各由20多个新住民组成的台湾舞团，穿越南传统服装，跳结合越南、台湾风格的舞蹈。台湾跟东南亚的文化伫双十典礼结合做伙。中文或是台语，有的人会听不懂，那我们会慢慢地从里面的沟通，然后再来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舞蹈出身。所以就是说，在练习的时候，其实会非常的吃力。不管是台湾人，还是新住民，其实只要你是爱台湾这个土地人，咱拢是台湾人，新台湾人。所以呢，阮一个口号就是叫做团结新住民，台湾向前行。穿原住民族传统服装唱歌调，来自花莲的文化团体以嘉年古花莲客风做主题，展现点花莲生活的那个原住民族传统文化。也希望伫4月初3大地动，风灾等等在前了后，透过表演，民众通重新想起当部的水。透过我们的歌声，透过我们的舞蹈，透过我们整个乐舞文化的呈现，可以唤起大家对花莲土地的记忆。原住民、新住民侪族群拢伫台湾这片土地生活。双十典礼以各族群传统文化为基地，结合创新元素，透过伫国家舞台表演，展现台湾族群多样甲包容。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这届双十节大典，阁有邀请到奥运拍运的选手，甲消防队这运动选手斗阵来参加英雄大游行，真热烈。不过，有拍运的选手表示讲，这政府进前有专门替奥运的选手办一场英雄大游行，不过拍运却无另外举办，让人感觉淡薄可笑。接着，巴黎帕运车队即将进场。总统赖清德甲伊的夫人副总统萧美琴，立法院长韩国瑜4个人摕着荣耀时刻的面巾，大热热花头喜面来向台湾的帕运英雄致敬。除了有台顶的官员，行路顶面的民众，透早就来到双十典礼的周边，替帕运英雄加油。今天是中华民国生日嘛，然后我就想来参加，然后顺便来看一下帕运选手他们得奖嘛，给他们一点光荣感。各自的舞台上呢，都能够很努力的展现自己的自信，跟他们长期训练的成果。伫国家生日这天，包括奥运、帕运的选手拢来参加主题游行，现场的气氛是真热烈。不过，有帕运的选手表示，政府有专门替奥运选手办一场奥运英雄大游行。不过，帕运选手却无，只是甲国庆大会合作伙伴，是有淡薄仔可笑。伊认为运动平权应该爱对政府来做起。我们追求就是当然是公平公正，然后所有东西都是比照办理。那希望下一届2028年洛杉矶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帕运英雄街头游行。对此，教育部表示，考虑到帕运选手坐车收据无方便，加上国庆大会一定有安排帕运英雄参与游行，则无特别来举办。不过，政府部门对运动平权是真骨力在推动，未来嘛继续提供平权平等的运动环境，对待所有的运动选手。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今仔日双十节出事的红婴仔，以往拢是规年生育率的指标。妇产科指出，今年双十节的囡仔有可能会比旧年佫较侪。不过，根据内政部的统计，今年龙年1月至9月出事的红婴仔有97700多人，并无比旧年较侪。
太太顺利自然产，由因翁婿亲身登台。双十国庆这天半暝啊3:08分，林先生甲林太太欢喜迎接因的第三胎。这个翁仔啊，唔那是双十国庆出世的，嘛是爸母期待真久的祖囝。因为前面2胎都是儿子，对，然后想要生女儿，然后这一胎是女儿，然后就很开心。没有想过他会就是在双十国庆出生，对，就是蛮开心的。家己囡仔嘛想要爱一个查某囝，两个人计划生产真顺利，这嘛互接生的医师台北市联医的副总院长林丹立感觉真欢喜，而且双十节这天，台北市联医妇幼病院也有3个产妇等来台产。今年我们的联医的国庆宝宝至少比去年是持平，那也有可能会比去年还多。林丹立指出，今年双十国庆出世的翁仔啊，可能会比去年较济，应该是甲福利政策有牵连。也若是以内政部上新的统计数字来看，今年1月到9月出世的翁仔啊，计共是有97733人，不过是头一回无出现2年的效应。目前在产检的有非常的多都是透过这个人工协助生殖，就是做试管婴儿的，预产期大概都，我现在目前看到的大概都是在11、12月，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必过度悲观了哈。看起来就是在年底的时候，还是会有一小波的这个婴儿潮。照简化造成大型病院双十国庆出世的翁仔啊，干得剩个位数已经真数常。林丹立认为讲，若是要鼓励无想要生囝的人生头一胎，不如去鼓励已经生过、加生几个啊，用增加福利的方式来提升生育率。记者综合报道。央行进前宣布第7届要管制买厝贷款的措施，虽然是要来压制炒房，不过却也害到要换厝的人去受到牵连，引发不满。昨央行就宣布要放零管制，有继承这厝体，也阁有要换厝的民众，虽然因的名下有厝，不过若是要申办买厝的贷款，有权会当有宽限期。中央银行出动手拍炒房，提出第7波房市信用管制，希望压制房价直直起，也避免大间银行房贷达到满水位。不过，这届也拍到继承厝着，或者是实际有换厝需求的族群，互有一寡民众真不满。昨中央银行公布3大放量措施，对今年9月20日开始的申请贷款案件都会当用。因为继承取得的房屋跟房贷不计入本规定的房屋数及房贷户数，如果有房屋，但他认为他有实质换屋需求的话，那如果他跟金融机构承贷的金融机构切结约定下列事项后呢，那他所申办的第一户或第二户的购物贷款，也不是高价载的话，可以排除本规定的一个适用啊。中央银行说明讲，第7波信用管制措施主要针对有厝无贷款的人，不过也希望兼顾到民众买厝家己大的需求，只要符合继承的条件，或者是实际换厝的需要，那已经签买厝的合约，包含换厝甲预卖厝的合约，嘛会当用。自然人如果目前呢已经跟这个建商或是跟这个卖方啊，那么已经签订购物合约的话，那如果要申办贷款的时候呢，如果符合我们刚刚上面所提到的这个情形的话，也可以排除呢相关的一个规定啊。自然人申办申请案，而且咪是属于关价的厝，就会当无受这届规定的第1户买厝贷款、甲第2户买厝贷款的限制。不过，公股银行房贷有权接近满水位，这届放零的措施对第4季国内房市影响的程度，搁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礼拜10月13，就是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的投票日。今仔日谢国良透早就甲侪国民党的立委做伙去市啊争取支持，呼吁市民就要来投无同意罢免票。另外一边，罢免行动的志工是出来指控讲因受到网军的攻击，佮公开因囡仔个资等等。因也支持青鸟行动的团体，冒发起回乡的列车，要帮助少年辈回去投票。我们10月13号站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票。这个阿嬷甲贵人市长谢国良揽调的鼓励伊加油，因为谢国良的罢免案将会伫咧13投票。谢国良由几多位纳会陪同到贵人省议市场拜托，强调最近因为风台过境，市府全力伫咧救灾，伊也无用伫咧勘灾，暂停反罢免的行程。希望市民会当看到市府团队的用心，出来投无同意罢免票。基隆市府在这1年8个月是有很多成绩的，是有努力做事的。
所以在这一次的投票，拜托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基隆市府，支持国良，投出我们的不同意罢免票，反对网军，反对霸凌，不同意他们这种政治斗争，让基隆的市政好好做，让基隆人好好过生活。赵国良请市民支持，因那铁量志工是伫民进党议员陪同下出面指控，斗相共铁量活动以来和网军攻击，即马就要投票啊！网军竟然还阁利用因囡仔的个资，互伊无法度接受。他开始用我小孩的名字做假账号，然后在下面留说我是个不称职的家长什么的，我就开始觉得非常恐慌。包括铁量团体也甲支持的团体发动返乡列车，强调有无出名的人士提供经费，要帮助伫咧外地工作求学的青年，13会当回来投票。用返乡列车的方式，然后让基隆青年可以不用担心返乡的成本，然后可以搭我们的返乡列车，然后回基隆行使他们的公民罢免权。对铁量行动的动作，那也是全力动员反击。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将会再一遍到贵人扫街听谢国良，12暗将会举办造势暗会，包括主席朱立伦等人拢会到场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一个2岁查甫囡仔，那像去互伊姓宋的年母苦毒甲死。检方调查发现讲，这个年母会用下杯仔来甲这个囡仔讲，也佮甲囡仔抱好悬悬，才摔落去涂骹。验伤的时阵，发觉这囡仔连头壳碗拢破去。即马检方是请法官都要甲这个年母判重刑。毋管伫面册 IG 也是 YouTube， 还有伫社群平台，四送甲人顾囡仔的人，常常发文分享顾囡仔经验，也介绍家己用替家庭顾囡仔提供伫厝的，也是教父托育服务，却是涉嫌甲2岁查甫囡仔虐待死，互检方起诉判处重刑。李坎颖检察官于相验时发现陈姓男童身上有多处新旧伤痕，随即指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执行搜索。高雄桥头地检署讲，囡仔6月7日就医了后，伤势严重死亡。小检时发现规身躯真侪所在心部伤，敢若互虐待。经由监视器分析发现，这四送顾囡仔人有诊断嫌疑。对今年5月底到6月7日，因为囡仔去了进前烫到饱，也是食饭吐，嘴巴用下杯仔拍囡仔，也把甲囡仔抱悬悬，甲伊大力摔落来。囡仔规身躯真侪伤痕，脑切正起来。最后因为头壳骨头断去，合并大量耳脑膜刺毁，甲脑切正起来而死亡。经评估送女有照顾行为不当，情节严重，社会局于6月13日废止其居家托育登记。市府讲，这个共顾囡仔的人，伫今年3月11申请停止托育，涉嫌虐待时已经是无证照。不过因为囡仔老爸无法度家己顾，线上共顾囡仔的人以监护人身份照顾囡仔。应该是已经有2-3个月没有看到人了啦，因为他们也不是很常下来走动。去囡仔老爸住的所在查证，管理员经由电话联络无人接，无多处理回应。根据了解，囡仔老爸敢若甲这线上顾囡仔人有熟悉，2月底甲监护权转互这线上顾囡仔人，以1个月3万块，请对方拜5照顾几工。因为囡仔其实无辜防虐待死，市府讲已提起独立的告诉，也提供家属法律及相关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国际，美国13个州甲华盛顿地区昨提告影音平台 TikTok 讲会危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而且佮指控 TikTok 非法使用虚拟货币来赚钱。另外，社群媒体 X 平台前一阵是因为封锁假消息甲言论自由的争议，伫咧巴西互人禁用。即马 X 平台头家马斯克是退让立代票1亿6千多万来争取解禁。提手机去朋友跳舞的画面传到 TikTok 了后，才去看网友对影片的反应。根据调查 ，TikTok 伫全球有10亿个用户，然后伫美国有1半以上的使用者，年岁伫13岁到17岁之间。10月7日，美国13个州甲华盛顿地区的检察官指控 TikTok 的演算法互囡仔条例，也危害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因安尼联合提起诉讼，要求对 TikTok 判新的罚金。We wanted to protect children. It's as simple as that. Because nationwide, children and teens are struggling with significantly high rates of depression, anxiety, suicidal thoughts, suicidal ideation, and other mental health issues, largely because of social media.
起诉书写着讲，TikTok 伫2019年推出的功能，互看直播的用户会当透过虚拟货币买虚拟礼物，送互当咧直播的网庆。若直播的网庆则搁将这礼物换做真的钱。TikTok 搁伫每一条交易当中收50%的 commission， 这无经过财政部甲各州许可的虚拟货币已经违法。TikTok has intentionally and deliberately manipulated and hurt knowingly young people through its platform. It has promoted excessive and addictive and compulsive use by design of our children through its different features from autoplay and infinite scroll to its likes to its beauty filter. TikTok 的发言人发布所有指控，并且表示对各州选择起诉，毋是共同合作，议定解决方案感觉违宪。另外，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莫瑞斯要求 X 平台退掉2022年巴西总统大选期间散布假消息的口罩，并且请新的法律代表。不过，互自认是言论自由守护者 X 平台的头家马斯克拒绝。莫瑞斯伫8月3日下令停止 X 平台伫巴西所有的运作。不过，最近马斯克态度大改变，同意遵守莫瑞斯所有要求，包含到520万美金，大约代表1.67亿的罚款，并且请法律代表等等。10月7日，巴西最高法院宣布解除对 X 平台的禁令。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同款是伫咧美国一个密西根湾沿海地区，拄啊去互飓风海伦爽断过，即马又有一个飓风米尔顿扫过去。虽然即个米尔顿咧登陆的时阵是已经降做3级的飓风，目前是继续咧减弱，不过也是带来正大的风雨。伫咧非洲是有上百万人无电通好用，阁有盐水甲厝体废气等等的灾情。专家嘛警告讲，得要注意这灾情恐惊会阁扩大。米尔顿风台渐渐瓦近，不久谈拍市区的风雨真大，公路监视器和风渗甲海来海去。迈尔斯堡海堡的一间厝的游泳池因为海水倒桥来淹水，受到墨西哥湾海水温度升悬的影响，米尔顿的规模愈来愈大。无10点钟就对热带性风暴，一时间变做5级的风台。对国际太空站翕的米尔顿风台的暴风范围非常大，而且结构真坚固。米尔顿车到登陆不久，中西墨西哥湾的西埃斯特基，风速是3级的风台。国家风台中心预测米尔顿会向东北方探过佛罗里达半岛出海。虽然强度有继续减弱的趋势，不过米尔顿透强风落大雨，专家预估讲会带来地灾性的雨量。不久的州长也呼吁民众爱防灾。Stay put until the storm is past. If you are in Sarasota, Manatee, some of those areas where the eye of the storm is going, it may be where things calm down for a minute. Just understand that means you're in the eye. It's going to go back and get really nasty very soon. 2礼拜前，海伦风台才侵袭美国墨西哥湾沿海地区，强度甲落线真古怪的米尔顿接力报道，州政府下令撤离200万人，并且部署防灾物资甲几6千名救援人力，另外阁有5万名的电力维修人员来待命。美国总统拜登也打电话予不州的州长，承诺讲会予因物资甲协助。也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Trump 散布海伦风台救灾的白贼话。President Trump has led this onslaught of lies. Assertions have been made that property is being confiscated. That's simply not true. They're saying people impacted by these storms will receive $750 in cash and no more. That is simply not true either. 过去1年半以来，墨西哥湾加入比海甲大西洋的海水温度已经近挖历史新高的纪录，致使风台的规模增大变强。米尔顿也被登陆进前，不久的迈尔斯堡在内的部分地区也想传出更厉害风灾，也那和米尔顿扫过的古巴也因大水成灾。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摩洛哥最近嘛咧落大雨，就连撒哈拉沙漠嘛咧做大水。摩洛哥甲阿尔及利亚是隔江已经有20外个人因为洪灾来死亡，当地有一搭50外栋来拢大壳壳的湖，即马嘛开始咧扣水。一片黄沙内底常常出现一个沙洲，这是摩洛哥撒哈拉沙漠地区受到9月有2天暴雨的影响，和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以南差不多450公里的扎古拉省的塔古尼特村庄，24点钟的落雨量超过100毫米，各部分地区落雨量超过250毫米，是超过1栋平均的落雨量，和一个已经打起50栋的湖会当重新脱水。Même un lac
qui a été séché depuis 50 ans, qu'on appelle le lac Iriki. C'est entre les régions de Zagora et Tata qui a pu naître. Donc, dans les images SAT, la NASA a même vu qu'il y a une grande zone d'étendue d'eau sur certaines régions. Donc c'est des anciens lacs désertiques qui vont renaître. 摩洛哥气象总局公关主任约阿贝博表示，当地已经有30档到50档无出现短时间集中落雨状况。这个暴雨和亚特拉斯山脉东边落雨集中流向同一个区域，可能会改变当地未来几个月也是几落档的天气状况。Il y aura plus d'évaporation, il y aura plus d'humidité dans l'air. Et cette humidité et un surplus de cette humidité ne peut que tomber sur certaines régions et même avoir des précipitations. Il y a même un changement de schéma de précipitation. 摩洛哥东南部的山脉是全球上大水所在之一，在夏季尾期真少落雨，连续6年的酷寒，和摩洛哥大部分地区农民必须修建农田，城市甲村庄嘛限制用水量。虽然各国暴雨造成摩洛哥甲阿尔及利亚拢总20外人死亡，农民收成受损，和政府必须发放紧急救援资金。严格暴雨的落雨量可能对补充沙漠下边的大型地下水含水量有帮助，替沙漠地区提供用水。广西新闻台同朋友。来看全球的登山界，佮创造2项新的纪录。伫咧尼泊尔有一位18岁雪巴人合作人杰，伊成功爬起了西藏海拔8027公尺悬的希哈邦马峰，正做征服全球14座8000公尺悬的这个高峰上少年的登山家。另外，这个挑战14座高峰的人数嘛是创新悬，敢若这个月就有20个人来拼这项纪录。18岁尼泊尔雪巴人人吉车到西夏邦马峰，成功登顶的迄一刻也创纪录。伊是征服全球14个8000公尺以上悬山上少年人。感谢另外一个雪巴人加布大卫伫2019年30岁达成的创举。伊讲，这摆攻顶毋但是家己个人路程上悬的成就，也是向每一位勇敢超越传统界线的雪巴人致敬。爬山毋但是努力付出，佫是雪巴人力量纯性甲热情的证明。出发进程也因为差一组夺下纪录，受到国际注意。This is a very big kind of advantage for the Sherpa community and even for me and for everyone. You know, like because before this you cannot imagine a teenager doing the 14 peaks. You know. 因征服全球14个8000公尺以上悬山无简单，目前有差不多50人成功。因爱用穿过空气当中，无法度长期维持人类生命的死亡区域。意大利登山家梅森纳1986年完成，迄时阵用16年。即马干了这个月，到20人已经完成13座，特别挑战成功，因自己伫西藏准备完成梦想。You're finishing Indo, so I want to finish it. If you can climb it in a fast way, why not to try it? It's another challenge. 这人有的是受高收视纪录片的刺激，有的是因为高科技的协助，更较有胆识。爬山技术、天气预报甲后勤资源的进步，拢互以前无法度达到的目标，成做更较简单。公司新闻恩文林朋友。镜头转来看国内，风台山道伫过境，和这高雄的寿山动物园，真侪树仔拢倒去，连栅栏、鸟仔园的电网等等这些设备嘛拢受损，估计是拢总了成千万。整理10天了后，今仔日总算对外来开园。另外，这间风台嘛将山底厝一丛100年的老树线倒去，经过专家评估建议，今仔日会将这丛树仔整理好势，搁复活正。上午9点外开园，无到1点钟，已经真侪游客来动物园，还有人专工为台南来。想说1天的时间，然后刚好看到它开园，就是没有来过，让他就是带他们来看一下，就不错啊。除了外面树倒那个真的没办法处理，不然我觉得大致上都不错啊。风台扫过寿山动物园，真侪树倒去，东山受到阻碍，嘛有栏杆、电网等设备互讲歹去，损失超过1000万，加载400多只动物，风台期间拢伫人仔内，无着惊。设施的部分，可能像是我们的鹦鹉园遭受我们那个树枝整个压毁的顶网的部分，那算是比较大的部分。动物园表示已经恢复9成，但是鹦鹉园受创真严重，要年后才会当完成。虽然是遐困力，高雄市区的公园岛树游园继续咧清理，
其中伫台铁三地厝站边啊，即丛100年老樱树，互风吹倒去，一度破断无法度挖落来。地方人士请命要抢救，市府决定搁再努力。经过专家指导来修整着树基，10号上午嘛整理着树下，准备要敲好正。希望说陈其迈市长跟着康裕成议长，他能够仿照这一棵老树的扶正的做法，给资源、给机具，尽速的去抢救这些树。护树团体指出，真侪风灾受损的老树土球真完整，建议会当比较即届的抢救行动。嘛，因为即次全市2500丛树倒去，造成停电、车损、厝损，嘛，互市议会要求要检讨路树管理制度，市府嘛答应会赶紧找专家讨论。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局报道。伫咧太鲁阁国家公园有一阵志工10外冬来扛机器、扛石头、上山，拍拼用双手咧维护步道。虽然403大地震了后，山区变较真危险，不过这个志工悠然坚持上山，继续来维护步道。海石头摕尖水骨仔伫山林内行来行去，因是太鲁阁国家公园步道志工队，为着避免干扰自然环境，修复步道干那靠双手较简单的工具。因为我们强调首都步道是不希望有大型的工具会对环境或是对人文历史的部分去造成干扰跟破坏，所以我们是以人力可以携带的这些简易的工具为主的。太鲁阁步道志工已经成立10年多，修复过的步道包含小吉仔步道、大理步道、碧阳步道、绿水合流、绿水文山步道、甲沙卡档步道等等。伫4月初3地震了后，继续倒来山拿斗卡手。我们目前有56位，原来有88位，但是有些年纪大了，他已经退场了。那我们是用官网公开招募方式来进行培训，然后培训完再进行现场制作。志工强调，修理步道也有专业的技术，亲像山沟排水、石头楼梯工法等等，必须时该清理巡逻。参加的人拢是爱大自然的人，佮爱有相关的技术甲知识。考量也像讲人文历史、环境生态，这个游客的承载量，然后尽量拢是就地取材，就是看当地有啥物材料的资源，就地取材迄个公司协力含常态维护啦。志工也分享讲，修理步道虽然真辛苦，不过上大的成就感就是对大自然有贡献，也互每一个来爬山的人行甲更较在。记者综合报道。安平的渔光岛这几冬来是台南正出名的观光景点，有真侪人嘛伫遮耍水迄个活动。不过，这届三道里风台所带来的风影，嘛造成北边的土花崩塌倒丘，影响到景观甲安全。高雄港务分公司就表示讲，因会用自然未改变在地面貌的工法来进行改善。来到渔光岛北边，本地才有一大片土花，不过因为三道市风台风影真大，甲土花拍甲放去，当然唔知影已经待偌久的废弃物甲石头啊，拢走出来，若无好看，对来遮行岛的民众来讲，嘛有安全疑虑。确实啊，因为这附近其实也蛮多民众在平常会来这边玩水，所以如果环境好的话，其实大家还是会更想来的意愿会更高。废弃物的话，如果当然有人清最好。北侧这里哈，你看那个大浪把这些。土石啊，都冲出来一些废水，不单是在美观上很不好看，而且这些建筑废弃物如果在水上的话，会有这些危险性。安平渔光岛这几年真做台南的热门景点，平日休困节啊，拢会出现大量游客，所以公部门嘛投入真侪资源，进前水利单位伫土壁下骹放石头有丰厚的效果。不过这届下映拍的地点拄好无放石头，而且佫连续经过2粒风台霜冻。港务公司表示，未来会以自然、未改变在地面貌的工法来改善。夏天会比较容易有一个侵蚀现象，然后冬天在秋冬的时候就会回忆现象。那我们再观察一下，也会以原来的一个地形地貌，以香滩的沙滩的一个养护为优先的考量。另外，渔光岛嘛暗港会当甲雨水排落去海底，大概做风台大影都会甲沙呛入去暗港塌掉咧。这2届风台拢发生同款状况。目前港务公司嘛发包予厂商来清理，解决问题，守护台南的观光景点。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台中市顶个月发生企业
客运的公车弄死一个大学生的事件了后，市府宣布要甲这个客运业者当处罚，而且无限期要针对公车来进行大执法。也最近台中客运的公车一日就互人取缔弄红灯甲超过双黄线2件违规。记者表示，会甲这的司机记大过处分，卖加强教育训练。台里图书馆头前的中兴路口青红灯已经转红，不过台中客运132路公车煞无要停，直接驶过，伫后壁的雾峰分局警察随甲处理。咱有红灯，看见红灯嘞。同一天，马仔伫多城路台中客运131路公车下过双黄线驶道向同款防处理。企业交通305路公车顶个月弄到2个查某大学生，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引起争议。台中市府动发业者120万，搁收回300路公车营运路款3个月。尾下交通局甲公车业者伫路口联合稽查，夜牌啊提醒驾驶停让，也宣布无限期公车大执法。不过公车违规也是常常发生。台中客运业者强调会甲驾驶记大过处分，加强教育训练。记大过吧。就请站长再跟他，就给他看一下影片，再跟他教育一下这样子，就跟他讲路口的危险性这样子。原警均第一时间上前拦停违规公车，并分别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第1项及第45条第1项第3款，对公车司机取缔开罚。2件违规拢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罚600到5000四。交通局表示会要求业者好好管理，若直直防抓到违规，会照客规定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台湾高龄化有愈来愈侪是大人退休了后，身心出问题，也是出现退化失智这状况。为着要鼓励是大人发展事业的第二春，嘛要解决即马少子化欠工的问题。劳动部参新竹的劳工处伫咧人才服务的据点成立高年级实验室，内底除了专业的老师来教示大人各种的课程，也协助这企业会当找到适合的员工人选。今年65岁白女士过去在百货公司上班，离开公司了，有一段时间拢闲闲伫厝内。经过去上课学煮咖啡，即马已经出师，找到新的头路。讲真诶啦，踮咧厝拢无代志做，是介无聊啦。啊，无聊，日子嘛毋知要安怎过，对无？是毋是？对无？吼，大家嘛知影无聊的时阵是足恐怖的代志。啊，所以有即个机会来遮上班吼，是足幸福的。另外一个老女士目讲，会当上班足幸福的，当去工课场有代志做，感觉真好。其实我身躯边有1、2个退休的人都得忧郁症因为因拢就是好像但是男性居多啦，因为平常就是可能都是一些比较研发性的工作哈，本身就比较没有跟人家接触，他们的稳定性很高。对，然后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呢，他会相对之下，他是能够用一个很平稳的方式，然后他也会能够很快的方式去解决。劳动部指出，高龄的劳工除了体力较输少年人以外，其他的部分等等拢是优势，有人生的经验、专业度、稳定性，性地也拢比一般的少年人更加好。一般的银发族，刚才讲，除了生理的部分比较无法跟我们青年朋友一样外，其实上刚才职业的忠诚度，还有相关的专业能力，都相对的非常扎实。目前很多缺工的，像餐饮、旅宿，我们也鼓励我们中高龄能够多善用政府的资源来返回职场。根据统计，目前新竹市65岁以上的时代有69000多人，占整体人口约15%。透过雷泡的高年级实验室，未来除了会举办各种的讲座课程以外，上重要是会当协助时代创造出属于家己的价值。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湾早前有真侪用茶器的厝、用茶做的家具，即马煞愈来愈罕见。为着要互囡仔当了解茶的特色，也阁有这木工基础的知识，中华就有台语的家庭来招团开一个台语木工课，互囡仔当来体验磨茶、片希诺器的旁边等等，用台语来了解大细事。看到各种的茶头，做木工的技师，囡仔人拢真好闲，所以来找木工师傅吩咐的，摕砂纸甲茶头的夹磨好圆。这个阿姨讲你看是用200是还是120的磨砂纸？120的较油还是200的较油？200的较油。教囡仔就是用磨，
加国考的这2项，一个互囡仔去感受伊的气味，加茶的变化。你即马做汉尼，我就甲囡仔讲，希诺气什么味？伫伊即捌体验过，感觉讲，我有摸过希诺气的，我即个物件炸弹，我会摕出来片。过去台湾的窗仔门、窗斗拢是用希诺气做的，耐水阁袂漚气。北港师傅回收即寡互人拆掉的窗斗，再利用，互囡仔人了解台湾希诺气的特性甲芳气。台语强学的主办人表示，希望透过各种活动，互囡仔人用台语认捌万项台。旧年开始就是豆就是家己找老师来教台语团的强学的活动。头一种就是我拄则讲，互囡仔当无共款的体验。第二种是我感觉老师就是因可能嘛毋捌想过讲，家己的课程竟然当开台语课。中华地区的台语强学目前捌开过8饼料理课、宫庙导览，侪无共的课程。主办人表示，除了要互囡仔人用台语来学习，嘛希望拍开台语的市场，增加大家举办台语体验课意愿，互台语的资源会当拿来拿侪。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伫咧台南下营的上帝庙已经有362栋的历史啊，不过因为早前无注重保存，未少文物是拢已经损害去。即马庙方是重新来盘点兼整理，准备要来设立地方的博物馆，估计有400件的文物，年底就会开放予乡亲来参观。拍开箱仔内底装的是下营上帝庙1980年拆庙时留落来的文物，遐那边啊，佫有家鸡鸭仔甲剪帘。庙方8月开始，无因咧盘点庙内的文物资产，详细看有诶拢褪色兼色淡去啊。目前初估有约400件文物，有部分当咧修复，庙方按算后续要重新分类，兼做解说牌啊，互大家知。我们想要把这些目前保有的文物延续到下一代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最精彩的是头旗啊或者绣布之类的技法呈现出来。之前的人只有保存，而没有把它保管得很好，所以我们增加了遮光罩还有空调，让它延缓它的损坏。下营上帝庙到今有362栋的历史，文物馆展藏有影真丰富，除了有长10公尺的正香头旗甲大牛线，寸尺拢偏现代加1倍大。另外嘛有空虚24年留落来香炉。今年庙方申请正做地方博物馆，有修复师建议庙会使培养家己的修复团队，做寡预防性保养，避免文物损害去。咱家己来整理这文物，第一，伊做干净；第二，伊一定会做细腻。这嘛是吼，今嘛目前文化部一直想要送的，莫讲所有的工课拢是博物馆，拢是政府咧做。伊希望民间若是有遮的资源，其实会当由庙方家己本身起来做。请迄个专责的人员陆续来整理展示陈列吼。当然嘛是希望大家会当。大家一起来吼，交附近的咱的宫庙吼，互相来交流。博物馆组长邱宏相讲，下营伫日本时代号做下营庄，这回变出来头旗会使见证历史，嘛通看到早期传统刺绣的幼路。按算上今年底会使互乡亲注目来参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咱台湾的国片这题材是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国际化。为着要鼓励这更较侪人去电影院来支持国片，原底16岁至22岁当使用的成年礼金，也就是文化币，那提去看国片使用350点，就会加送100点。文化部即马宣布讲，只要用200点看国片，就会加送100点。像是做票价，透早都有民众来踅街看电影。这几年台湾国片的题材是愈来愈多元，为着要互更较侪人行到戏院支持国片，文化部推出原本看国片，若是使用成年礼金350点，会送100点。为初10开始，文化部佮加码，只要使用200点看国片，就会使佮加送100点。因为我国片比较少看，通常都是朋友约我才会来看，不会特别为了优惠去那个，就是有想到用文化币消费，就会消费掉这样。一寡少年人表示，因为文化币的运用方式真多元，会使买册、看展览、艺文表演、电影等等，所以会根据家己的兴趣去做选择。我花在展览上面，展览跟买书。特别想要用文化币看电影。因为文化币可以用的电影好像都是国产的比较多，还是会看有没有兴趣。为着要鼓励青少年参加艺文活动，文化部表示，113年度文化币自1月20开始发到单，
领人数达到122万人，超过8成。另外，文化部伫国片的消费市场也超过6500万。所讲的是，因为有配合国片的推动，吸引超过8.5万人入去戏院看国片，使用超过2880万。台湾这几年来，国片的题材是愈来愈多元，亲像去年关系我甲鬼变做亲人迄件代志，甲冥婚甲同婚议题多元的元素变甲较趣味，票房就真好。今年国片《贵在之道》目前也摕到11项入围。另外，伫文化部网站顶悬，除了提供电影活动的资讯，也有设立国片专区，民众会使透过网站先看卖家己有兴趣的国片。等电影开始播的时，做伙行入戏院支持台湾国片。记者张家佳、曾俊佑台北报道。伫咧日本宫山县的二岛市是日本牛仔裤的发源地，对于全世界来讲是真出名，逐年都会吸引真侪游客去遐参观。尤其是伫咱台湾的家人，嘛有一条街专门咧卖牛仔裤，早期嘛是真热闹的所在，毋过即马是渐渐稀微，带大家做伙来看。真侪牛仔裤挂伫街仔路顶悬拍，规条街也会使看到侪牛仔裤店家招牌。这是日本牛仔裤的发源地，日本宫山县的二岛市。伫二岛所生产的牛仔布，这款布料的颜色真特殊，全爱靠老师傅手工调色。This quality is trustful, so many people come here. It's ideal. So. 二岛市的牛仔裤街差不多有40间牛仔裤生产商甲店头，这毋若是日本在地卖牛仔裤出名的商圈，也是全球介意牛仔裤的人会行较高的所在。当年成差不多10万的游客到位，甚至甲国际品牌合作，行出家己的路。若咱台湾也有一条牛仔街，地点就伫家人的后一路甲中树路这搭，规排店头拢是咧卖牛仔衫甲牛仔裤。以前是全部牛仔裤。都没有去的，以前之前10几间了，我们这店到10几间，对，整街都是都没有其他的。家人牛仔街，因为我家人港早期美军去拍越战的时，家人港是中途转运站，当时有真侪美国阿兵哥伫遮，也带动酒吧、委托行甲牛仔街发展。落船的军人、船员也是做工仔人，会来遮买耐穿的牛仔裤。有真侪人拢会来买咸水货，后来受进口产业的影响，家人牛仔街即马已经渐渐稀微。我很希望这边人在复苏，那你应该是要来办某些活动来带动这个地方，要引进新的产业进来。你文创也好，小型的就业那个小型的年轻人他要创业，你都可以让他来。看到日本二岛市牛仔街找到家己的特色，发展当地文化甲观光。面对家人牛仔街无像以前遮尔车赢，东方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也表示，希望未来会当加入当地文化的元素，用观光文化创新的方式，帮助咱台湾的牛仔街行出一条全新的路。记者张家佳、曾俊佑家人报道。伫咧南北韩的边境有一个号做交棒的建筑物。过去就是用来关禁，因为服务美军去治疗性病的慰安妇。不过，这间交棒这个月准备要拆掉，就引起这的女性不满，认为应该爱互社会永远会记得捌有这段伤痛的历史。即马因嘛打算要去到美国来提起诉讼。今日这座已经发光的设施，用来让小可看出伊简单的刺激的形式。这是南韩北部的东岛川市，过去用来提供驻韩美军慰安妇感染性病了关起来的收容所，驻韩美军拢来叫做交房。不过当局决定这个月就要拆，开发做旅游用途，引起生存者不满，认为应该保留落来，甲说明讲这个历史的事实。 시켜놓고 그때는 우리를 달라버리 그러고 무시하고 그랬는데 지금은 아주 뭐 그러니까 역사에서 지워버리려고 그러고 마지막 남은 걸 하나를 없애잖아요. 없애려고 그러잖아요. 驻韩美军基地附近，伫过去北发展出基地村，有真侪服务美军的商店甲俱乐部，也发展出南韩政府私底下允准为美军提供性教育的慰安妇，其中有真侪女性是被骗来卖入去驻地村，而且若感染性病了就被关入咧收容所内面，也就是交房。 要让南韩的经济较好，基地村慢慢消失。不过，这个心内伤痛也是伫咧。 그래서 여기 아침에 깨우더라고. 그래서 이제 다들 내려오래.
그랬더니 페니실린 주사를 맞히는 거예요. 그리고 미군이 성병에 걸렸을 때 어떤 여성과 그날 저녁을 보냈는지 확인을 하고 그 여성을 또 붙잡아 와서 수용하던 시설입니다. 2022年，南韩最高法院下令，政府应该赔偿这名慰安妇所遭受的性创伤。根据裁决，这名慰安妇每一个人会当摕到2270到5300美金换算代票，7万3到17万的赔偿。不过，这对缓解因的经济困境无偌大帮助。这名女性也打算要去美国进行诉讼。公司新闻张伟林报道。 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到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4度至27度，中部地区24度至32度，南部地区27度至32度。 东部地区24度至28度，还有外岛地区22度至27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